今天又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清朝时候，有一个叫周安的士兵，他正在巡逻，看在前面走起一位漂亮的女子，他慌慌忙忙的在走，遇到过来了一个马车，他避让在马车了他头上的金钗都掉到了地上。那个周安发现了都捡起了那根金钗，都往前走都想还给那位女子但是他走得很快，一转眼都没见到人了。周安还在继续找那位女子，后头等了一个多时辰，他又看到那个女子又在哭，又在往河边跑去。周安都赶忙上前去拦住了那位女子，就说：“那位姑娘你在哭什么你遇到了什么难事他都说我们家夫人喊我跟他们的亲戚送一根金钗，我看到他那个金钗太漂亮太好看了，我都顺手插到了我自己的头上。刚才一个马车来，我让得马车来把那颗金钗都掉了丢失了。我今天回去要找皮鞭抽，我愿意死都要得，我都不想挨那一顿打，我受不了周安都呵呵一笑，他说：“你不用，也不要去跳河了，你也不得挨那一顿打，那个金钗被我捡到个了。”他说我都还给你，那个周安都把金钗还给那位女子了。后头又过了2年，一天那个周安要送公文，送到那个南岸去。送公文要过河船，走到河边都遇到那个女子，他们2夫妇都在那里，都把那个周安留到他们屋头去好酒好菜款待恩公好，吃得那个酒足饭饱的时候听到那个河边一股那个热闹声闹吼吼的又刮了一阵大风。他们探头一看都是那个周安想过河那一只船被那个大风刮翻了，一船人全部都遇难。要是那个周安不遇到那个女子，他们2夫妇留到他们家里去的话，也一定必遇难了。都说那个人做了好事有好事在，别个晓不得的话，苍天都晓得，天老爷都有眼睛。